刷落看这高雄，今仔日的空气真歹，原来是有工厂起火烧。透早6点，南马溪一间将近1000平的铁皮工厂火烧厝，这个火在烧真猛，在炭嘛真紧，清出来的乌烟更加惊人，一路吹入去市中心。毋那南马溪尔，包括左营、三民、新兴、灵雅。 前进到小港区，拢会当闻到臭味。环保局是请高雄市民今仔日出门爱挂喙罨。大火伫铁皮工厂传出来，火势非常激烈。这大火烧无停，边仔是几摆透天徛家，居民拢惊赶紧走出来，徛伫门前观看，惊大火延烧，徛家受到影响。接着通报赶到的消防队，赶紧布水线灌救。 高雄南马溪有一间铁皮工厂，透早6点外发生火警，消防队出动20台车，80个人灭火，火势真紧就受到控制。不过因为厂房内有放一大堆原料，大火烧到规片拢全乌烟。这乌烟随着北风吹入去到市区的中心，这南马溪到左营、三民、新兴、灵雅寮、前镇到小港规片拢全烟雾，规市区拢闻到臭味。烟就开始一直冒黑烟了，还以为是加油站呢，吓死我们了。 这场大火虽然无人员伤亡，但是污染高雄的空气。环保局第一时间就派员来到现场监测。碳氢化物的部分是监测都是0哦。那不过因为浓烟密布，所以相关的一个包括 TSP PM10是有比在下风处50公尺左右是有明显比较偏高的一个现象。 对着大火造成的空气污染，立委赵天麟这个韩国路市府团队无紧急的发布做相关的应变措施。他就要透过有线电视跟广播，要告诉大家，拜托韩市长，你都回来了，拜托你的市政府，你可不可以精进一点？你让大家稍微的有一点安心感，好不好？立委托马韩市长还搁伫状况外，市府环保局嘛表示，污染加这臭味恐惊还搁伫咧，中昼进前无容易散去，请市民外出的时阵一定爱挂喙罨。中昼过了后，海风吹入高雄市区，这臭味才会慢慢散去。